嘉义女儿节办到今嘛已经办24档，也今年是以家庭的家来做主题，佮结合农村再生这个成果展，呈现各乡镇伫咧农村生态保育、甲文化艺术的成果，希望会当替农村找到发展的机会。社区的长辈替活动展现辛苦练习的成果，家己女儿节配合农村再生的成果展，透过活动甲展览，唔但互民众会当看到农村的改变，也替各乡镇的农村社区增加互相交流甲合作的机会。以安尼区域共好的概念吼，互咱的德家地区，甚至是嘉义地区，遮尔侪社区拢敢若大家庭安尼连结做伙。为着要伫这一年一届的活动展现农村社区的活力，德家乡的西雅村用办喜事的方式总动员，在地村民唔能提供资源来协助，甚至阁有伫外县市的少年人专工回来，要替故乡的改变斗相共。因就是算讲看到，咱旧年安尼办到遮成功，办到遮热闹吼，因的时代嘛参与咱的活动，参与甲真欢喜。所以因今年嘛拢为外地特别请假排时间回来，拢来做咱的志工。这里办得很不错，所以这些长辈还是庄仔头的阿伯、阿公、阿嬷才愿意来帮忙。对，我们无请足侪志工的，全部拢喜欢庄仔头的。所以我看就感动的，我家己本身嘛，感觉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农村再生的成果配合特色的节庆活动，为了传承农村的文化，嘛为产业创新甲在地民众社区参与当中，替农村的发展找到新的目标，嘛希望社区较侪少年人甲资源投入农村再生的工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